我哋致力於開發納米纖維過濾材料，製造高品質嘅個人防護設備、空氣過濾器同埋濾水器等等。之前透過政府資助開發咗納米纖維過濾材料嘅配方同埋靜電紡絲工藝，然後我哋決定乘勝追擊，進一步令研發成果落地同埋商業化。生產力局全程協助我哋申請咗新型工業化資助計劃，建立納米纖維過濾材料智能生產線。靜電紡絲技術係一種通過高電壓將聚合物溶液拉伸成為納米纖維嘅製造技術，喺新能源同埋醫療領域有廣泛嘅應用。喺製造過程裏面需要有先進嘅傳感器、控制系統，幫助實時監控同埋調整各種參數，例如溫度、濕度、電壓，確保產品嘅一致性同埋質素。此外，無針靜電紡絲技術能夠解決傳統針頭式系統固有嘅問題，消除咗針頭堵塞，減少維護時間，推動本地製造業升級轉型。與傳統嘅針頭式靜電紡絲技術比較，新智能化生產線減少咗 40% 嘅人力成本、30% 嘅質量管控成本、20% 嘅維護時間同埋8% 嘅庫存成本。我哋而家利用緊呢條智能生產線，研發更多同健康、醫療、美容相關嘅產品，開拓新嘅商機同實現我哋嘅商業策略。納米材料生產中心利用全智能化、可視化同埋閉環控制系統，足以證明喺香港建立高端產品嘅智能微工廠係絕對可行。NanoShield 希望善用正產學研嘅力量，發展香港新質生產力，推動行業價值鏈同埋香港新型工業化嘅發展，提升香港製造品牌喺高增值產業領域嘅地位。加入我哋，以新質生產力推動香港新型工業化發展，為香港工業賦予全新形象。